30蚊你買唔到一隻褸，咁咧30蚊你可以喺珠海呢度攞得一套南北通嘅4房單位啦。你冇聽錯啊！而且月供咧講緊都係4000零蚊嘅啫，仲係帶有全屋嘅裝修俾到你噶。現時仲搞緊活動，贈送全屋嘅家私家電12件套啊，包括埋床、空調、冰箱、電視等等都係配備好俾到你噶。拎2件衫咧就可以入住噶啦。咁咧呢度去到我哋嘅輕軌站，講緊都係500米嘅一個距離時間啦。如果搭翻我哋輕軌15分鐘就可以落到珠海拱北站啦。所以話呢度嘅交通方面亦都係非常之方便。如果唔想搭輕軌嘅情況下咧，我哋家門口就有直通巴士係直達到香港嘅太子、荃灣、東涌，唔使轉乘㗎。全程1個鐘頭多少少，你就可以翻到香港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，評論區3個6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睇睇。